这拢是咱过去世所种来的因缘，嘛是会讲，会当讲是咱即世人上解幸福代志。互我感觉讲，今仔日会当来进佛堂遮受佛讲的普照，受真理的洗礼，这是咱即世人上解幸福的代志。因为有当时有的人，你也想，有的人要来，伊袂当来；有的人，伊要来讲得好，得真理真平真，伊嘛无要相信。所以咱会知影呢，听着咱讲师讲，你多修办，莫测用心。咱莫测用心，咱中国字上解奥妙的讲，测用心即阿义。这三年呢，安怎变呢，就拢对啦。所以我中国字有够奥妙，就是安尼。测用心，心测用，还是用心测。修行学道，就是行这个心，用测心，测用心，心用测。所以修行学道为虾米讲叫咱爱尽力去修，唔通看人修行。因为咱人像昨拄仔会遮讲师讲讲，不管你修到一个啥物坎站就对啦。咱人无达到圣人的境界，拢会犯着毋对。你若看到即个修行人拄啊好咧犯毋对所在，你会感觉讲好无好，修甲久啊，伊嘛是会搁会毋对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人如果唔通看人修行，就是安尼。你爱认理、认道来修，道绝对无毋对，理绝对嘛袂无毋对。只是咱人未达到圣人身份迄款境界，往往拢搁会有一寡毛病脾气。你毛病脾气的过程当中，咱还未修甲圆满。当你若修到圆满，就是达到稳定境界。所以这节课呢，当然就是道我啦，道我互我有准备这生老病死。生老病死常咱上有关系。当咱看到生老病死，伊的感觉，第一感觉你是安怎？你会感觉讲，人生是痛苦的，就亲像咱过去的释迦牟尼佛，伊还未成佛以前，伊看到生老病死，伊就有体悟呢，伊就知影讲人生较有生老病死遮尔啊痛苦，四大痛苦，要安怎如何去解决？重点是要安怎去如何去解决啦？所以伊甲伊的王贵、权势、名利拢放一边。伊甲伊一个原本的家庭，遐尔啊水的菜菜，放一边。伊要出来修行学道，伊要起来找找一条解决的路啊。所以每一个人拢会经过生老病死，但是有当时咱就去甲回想，到底生老病死对一项较上痛苦？
是生较痛苦，还是老较痛苦，还是病较痛苦，还是死较痛苦？这个人的体会拢无同款。因为互我想，互我还袂老，毋知影老的艰苦。啊，有的人无看病，伊嘛毋知影看病的艰苦。哦，所以每一项拢要互咱认证，就是咱当初讲的爱亲近。当你咧身体无爽快，当你咧老，你较知影讲，哦，原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毋知要偌好诶。哦，原来讲我少年的时阵，我若上少年的时阵，毋知影要偌好诶。所以咱得去回想啦，互我先来放咱听讲诶。咱得笑这做伙笑，因为这无声诶吼，要互咱逐个来感受着心生老病死。这漂流之路应该逐个都会晓笑啦吼。这是要互咱大家做伙笑，所以无。OK， 笑，互咱大家笑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吼，我就简单吼。这是天注定，一人一款命，一言触发宿世命，何必怨运命？今兄玉挑要做啥？暂时照你大，若先看死天来命，生者同时才算命。生呢是天注定，一人一款命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互我来感觉讲，人吼八字命，落土八字命啦吼，就亲像咱拄仔互我讲啊讲，咱10点5分，伊生伫即个黄河的家庭，迄是伊的命嘛。那么咱更加想起六祖，六祖呢？伊虽然身为一个祖师，但是伊较早是咧做啥？是咧测茶的茶夫。哦，互我感觉讲，一个生日去测茶，因兜做善交啊，伊老爸足早就转去，参因老母相依为命，所以伊爱去山顶测茶。啊，一个呢是生伫王宫内底。要食也毋免烦恼，啥物拢毋免烦恼，但是因两个拢安怎？拢来修行学道。一个甲王位无爱，要来修行学道；一个呢，虽然伊咧测茶，但是伊去感受人讲，听到金光兵，伊就知影爱修行啊。所以虽然讲生伫无共款的家庭，但是因拢有共一个目标，要安怎解脱着生老病死？咱人有共款的，咱在座的每一个前缘，
虽然你生来每一个家庭无共款，可能会较好过，为着三工，为着事业，为着种种咧无用，但是咱拢有智慧，会当来求道学道，会当买来找到真正解决生老病死这条路，咧无用咧修行。所以虽然一人一个命，这是天注定，但是天注定以后伊的改变，就是咱人做主。虽然咱人生来天注定，但是我感觉讲，因的生老病死，我先讲两点讲，生虽然是天注定，但是死呢，我感觉是咱人咧决定的，毋是讲决定你啥物时阵要死毋死，是决定你要成就啥物。死有足一种死啊！有的人活叫拍死、啉酒、中酒毒死的，种种，人家讲一样生百样死啊！死的过程当中，互我感觉讲，拢是咱家己做决定的啊！你要成就啥物，你就是爱做啥物。就亲像咱伫这社会上，你要去学土水，做土水师，你就爱去学土水啊；你要去做裁缝师，你就爱去学做衫啊。种种拢是共款。今仔日咱要有时间要跳出来学佛，咱今天变做是啥咧慈悲的？咱要拜佛求佛。咱拢袂晓要学佛，学佛要创啥？学佛来普度众生，利益众生，迄是佛的工作，迄是佛要怎成为佛的步路啊！所以虽然说是天注定，咱嘛免怨叹咱的命运呢。有当时讲即世人的因是前世人所做来。是你家己写的剧本摕来即世人咧搬，所以咱毋免怨叹，咱爱去珍惜。为安怎讲？有即个人，有即个人心，才会当求道、修道、学道。当你无即个人心的时阵，你完全无智慧。所以求道有四难，第一。叫做人心难辨，你会感觉讲有即个人心有够好个啊，因为先常分拢是爱人。先常分若无人心呢，伊袂成佛，伊嘛袂成仙。所以，伫即个人生过程当中，虽然咱伫即个世上拢会足疼惜即个人生啦，即个人生会保养，其实屁股食到老拢会歹去，但是保养是有咱关键，但是保养你着爱好好去用，毋通用少用错。也是错用心，你爱有好好用这个身躯来做佛事，来成功了愿，以后你较有成就啊。所以他讲乐先好事天来听，成就方式才算命。为什么成就方式？咱咧讲一个人若要成功，伊若无天时地利人和。对袂成功，咱修道嘛是共款的，修道若无即个时，你敢有可能去求道？你找无到啦。即个天时，就是咱
上天三者普度大财因缘降道，咱较有迄个机会来去变道呢。所以咱占着即个天时足重要。第二，你啊看咱负责人管即个土地，咱的前辈者出钱出力去即间信堂，要创啥？要互咱修行学道，要互咱有一个所在能够学习。咱有占着第二无？有啦，对不对？任何你啊看咱的前辈者对咱顺顺教导，先足用心咧甲咱牵教，足用心咧甲咱叫，哦，某某人今仔日有客位班呢，你着来呢。啊若无方便，我煞才来甲你载，对不对？咱即摆修行学道真正占着天时地利人和。那安尼咱阁无法度用心来修行学道吗？哦，这是生。老来才知影，世间无规划，为囝为孙拼性命，老来赚孤单。人生70才开始，心头掠无命。反正着爱看好看，食老杂，更加爱修行。所以有当时啊，人咧讲老来才知影世间无规划，所以过去的有一个前辈者。伊差不多74、5岁啊，伊着着咧做工课啊，着有人甲问讲，老今年主编你今年几岁？迄个前辈者甲讲，我今年4岁。为啥讲你着看遮老你才4岁？因为伊讲，我自从求着道了，我认道真理真听真，道遮尔好。我着利用时间来运动，咧认真学习。我靠近已经4档啊，所以我今年4岁，对不对？所以伫即个人生过程当中，咱毋通老来讲我拢袂创啥，是我无法度创啥。其实咱老来较一定爱修，为咱讲。因为讲老人无修，人会叫咱啥？系啊。老而不修啊！你老人无修，人会叫咱老不修，对不对？所以伫人生过程当中，我感觉讲，咱若讲即马讲65岁退休，65岁退休嘛若65岁以前。咱拢为事业、为家庭、为子孙咧拍拼，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65岁以前，拢为这个家庭、为这个事业咧无闲，无法感觉咱若退休，65岁以后爱为啥物拍拼？为咱的慧命。为咱的慧命拍拼呢，虽然这个慧命你看无，但是伊拢会日日增长。虽然你会感觉讲，无形无相的，但是你若伫道场咧修行，你会有感受，你会有感觉，你的心会足开花，你的心会足快乐。你的心会感到足幸福、足美满，除非你用错心。你以为讲来念佛堂，就是要求佛拜拜，要保平安、添福寿。其实来佛堂这毋是要互咱求财、求命、求福寿、求平安，只是要互咱的慧命。会当日日增长，你的智慧会当愈来愈增高。
你的自信会当愈来愈圆满、愈光明。咱人就是自信无光明，自信无圆满，所以较对世间的代志看袂开，放袂下，以为讲啊，代志无我拢袂使啊，其实毋是安尼。今仔日日头对东边出来，无你，伊敢会对东边出来？共款对东边出来，亲像咱过去咱迄个央国文主席个，伊都会糖厂啦，咱糖厂迄班员讲哦，糖厂吼，若阮即批退休吼，糖厂就应该袂叮当啊，就对了，对。啊，结果因个拢退休迄人糖厂嘛，照常咧叮当，无因为因退休人工厂就关起来，无啦，无啦。所以咱毋通代志讲，以为讲啥物代志拢无我拢袂使，毋是安尼。今仔日咱道场修行学道，咱就是要互咱去看到即个环境，嘛毋是讲看较保守。咱爱为咱的慧命做拍拼。人生过程当中，咱人拄啊有慧命甲生命意义。即个慧命呢，就是咱的佛性，是不生不灭的，伊无生死的。咱即个肉体呢，是有生死的啊。所以咱爱为咱即个慧命来拍拼。病心肝，有时会爱命。如果应用上界定，就是病来活。你若有想要勇行，运动第一定，心中会嘛爱放互我，才会健康好成就。所以这个病呢，其实嘛，互咱每一个人感受足济啊！因为人家讲小病不小心，大病有原因。好像说感冒啦、啥物啦，去找医生看看就好。但是有的病呢，绝对有原因。有啥物原因？你就来去透过你去捌因果的关系。有的病是因果病呢，伊因果要讨，你搁安怎嘛无法度呢？上介重要的讲，有的前辈者有智慧。伊今仔日头毛无爽快，伊会安怎？伊会感觉讲，我住厝呢嘛是共款咧头毛无爽快啊。但是来运动，虽然嘛头毛无爽快，但是来运动疼，比咧伫咧厝咧疼搁较好。所以伊就是有智慧的啊。所以咱师尊老大人甲咱讲咧，世间要互咱消业的所在有两个所在。咱老师老大人甲咱讲，世间呢要互咱消业的所在有两个所在，第一就是病医，第二就是道场运动。你要去病医消业较好，是咱运动消业较好。当然嘛，来运动消业啊！你今仔日来运动会当消20小业。所以去运动来运动较好，毋通就去病院消业。当然有当时啊，大病有原因，有啥物原因？咱来既然原因来啊，咱就爱去了解讲，为什么我会得到即款病？因为咱过去世可能做了无好。因为过去世讲着过去世，咱无欣无赏，咱袂去感受。但是有当时啊，你会去感受着讲，病
咱讲自古英雄呢，上惊病来磨啦，病来磨，有当时啊，咱就袂当来学堂，哦，袂当来学堂呢。你为人身体好好，哦，叫伊来学堂，伊讲无啦，我无时间，我要来运动，我要来游览。但是咱若有一日病来磨的时阵呢，你要来学堂，完全无迄个可能呢。哦，所以破病会当互咱去体会着，咱来把握着即马身体搁好好的时阵，有活动有空话，咱就来了解；活动有班，咱就来听。迄拢是消极的一款方法呢。哦，若无诶，等到有一日身体袂用起啦，要叫你来，你嘛无可能来。要叫你来了解，你嘛无可能来了解。哦，所以呢，是咱的修行学道呢，咱来去了解。当然病拢会啦，哦，但是你爱去透过着这了解讲，咱来趁百体会用一个时阵，爱尽量去用，毋通等百体无爱互咱用啊，咱搁想要来用，完全无机会啊。哦，世事人人行死后要安怎？有常人交万般说，前恶来轮盘。若是毋知生死门，对行无暗声。提醒件事爱知影，了缘才可富命。哦，所以我感觉讲，生虽然天注定，老病死，其实拢咱嘛会当去掌握的。哦，就是虽然讲每一个人拢惊死，但是惊死敢就袂死吗？惊死会死袂？会嘛？哦，但是重点是讲死了后要安怎行？互我较早伫公司哦。